我做風水命理幾十年，見過無數人嚟問我，師傅啊，我條命裏面到底有冇財運㗎？我幾時先可以發達㗎？你幫我擺個陣吹吹財啦。我每次聽到呢啲問題，都會笑一笑，然後同佢講一句說話，我話你唔好急住問點樣揾多啲錢，你先睇下你自己每日嘅錢係點樣使出去嘅。好多人聽完呢句說話都覺得一頭霧水。佢話師傅，我都冇使咩錢喎，我每日嘅開銷都好正常㗎，但係你仔細幫佢一筆一筆筆咁計落嚟，你就會發現佢嘅荷包好似一個缸水，係不斷咁倒入去嘅，但係缸底有幾個窿，水到幾多就漏幾多，永遠都裝唔滿。呢個就係我今日要同大家講嘅一個話題。窮人每日都喺度買，有錢人掂都唔掂嘅幾樣嘢，呢啲嘢啊，表面睇起嚟每樣都唔貴，每樣都好合理，甚至你會覺得呢啲係生活嘅必須，但係正正就係呢啲睇嚟唔起眼嘅消費，一點一點，一日一日將你嘅財富全部掏空晒。易經64卦裏面有一個卦叫做損卦，卦象係山，煞有澤。你想象下，山下面有一個湖，湖水不斷咁向下滯，不斷咁流走，山睇嚟仲係嗰座山，湖睇起嚟仲係嗰個湖，但係水已經喺你睇唔見嘅地方一路流失。呢個就係損卦要話俾我哋知嘅道理。真正令你變窮嘅從來都唔係一次大嘅提損，而係嗰啲你根本冇留意到嘅日積月累嘅小損耗。我今日要講嘅總共有6個漏財嘅窿，每一個窿都對應住我哋人心裏面嘅一個弱點。有啲係恐恥，有啲係偷懶，有啲係虛榮，有啲係面子。商家同騙子最厲害嘅地方就係佢哋比你更加了解你嘅弱點，然後用你嘅弱點嚟賺你嘅錢。你聽完呢一期內容翻去好好檢查下自己嘅日常開銷，我保證你至少會中2到3個。如果你覺得自己一個都冇中啦，咁你就更加要留意啦，因為最危險嘅窿就係你自己睇唔見嗰個窿。好，我哋先講第一個窿。第一個窿我叫佢做孔醫生嘅窿，就係盲目購買保健品。你有冇試過行入藥房或者參茸海味鋪，原本只係想買一盒感冒藥，結果出嚟嗰陣手上面拎住一大袋嘢，呢邊攞咗一樽魚油丸，話可以降血脂嘅，嗰邊又攞咗一盒靈芝孢子粉，話可以增強免疫力嘅。再見到貨架上面有一排護肝片，諗下自己平時應酬多，又攞咗一盒，結果一埋單幾百蚊，甚至上千蚊就咁使咗出去。呢件事喺香港特別普遍，尤其係喺我哋中老年人當中。你去睇下嗰啲電視租台深夜時段播嘅廣告，10個有8個係賣保健品嘅。點解專門揀深夜播呢？因為深夜睇電視嘅大部分就係中老年朋友，而且深夜嗰陣人最容易感到孤獨同焦慮，最容易被恐懼驅動去做消費決定。廣告裏面會點樣講呢？佢唔會直接同你講你有病，佢會用一種暗示嘅方式。佢話人過咗50歲骨質就開始流失㗎啦。你有冇覺得最近膝頭有啲謝呢？佢話現代人飲食唔規律，肝臟負擔好重㗎。你有冇覺得最近容易攰呢？佢講嘅每一個症狀，你諗一諗，好似自己真係有。其實嗰啲所謂嘅症狀，正常人多多少少都會有，但係廣告將佢放大咗，令你覺得自己好似真係有問題咁，唔買就會出事。呢個就係營銷學裏面講嘅恐厲營銷。佢唔係賣產品俾你，佢係賣恐懼俾你。你使嗰幾百蚊買翻嚟嘅唔係健康，而係一個心安。你食咗嗰個保健品之後，身體唔一定會好幾多，但係你心裏面會覺得我有喺度照顧自己啦。但實際上呢，嗰啲嘢可能食咗同冇食根本冇太大嘅分別。我同你講，真正嘅健康靠嘅係咩4樣嘢？規律嘅作息、適量嘅運動、均衡嘅飲食、定期嘅體檢。呢4樣嘢有一個共同嘅特點，就係大部分唔需要你使好多錢。你每朝早起身早半個鐘去公園行一行，唔使錢嘅。你每日嘅3餐食得均衡啲，少啲油鹽糖，唔單止唔使多花錢，可能仲慳錢。你每年去做一次體檢，
幾百蚊到1000蚊已經好全面啦，呢啲先係真正對你健康有幫助嘅事情。但問題係呢啲事情唔難做，難嘅係堅持易經。裏面有一個卦叫做泰卦，在就係太陽天年嘅在卦，講嘅就係養生之道。卦辭裏面有4個字叫做自求口實，咩意思呢？就係話養生嘅根本在於你自己管好自己日常飲食起居，而唔係依賴外面嘅嘢嚟填補。係卦嘅卦象係山下有雷，雷代表嘅係你自己嘅行動力，山代表嘅係穩定嘅生活規律，你自己行動起嚟，建立穩定嘅生活習慣，呢個先係養生嘅正道啊！所以我成日同人講，最好嘅補品係咩呢？最好嘅補品就係每朝早起身去維多利亞公園行半個鐘頭，免費嘅。但係好多人就係做唔到啊！佢寧願使幾百蚊買一樽魚油丸，都唔願意每日花30分鐘去散步。你話呢個錢使得值唔值呢？你而家可以諗一諗，你屋企裏面係咪都堆咗好多保健品？有啲可能買咗半年都仲未開封。如果係嘅話，喺留言區話俾我知。你屋企而家有幾多種保健品？我好好奇。好，我哋接住講第二個窿。第二個窿嚟啊！我叫佢做慳論心嘅窿，就係貪平買平貨。你可能會覺得奇怪，師傅你頭先唔係講咗唔好亂使錢咩？而家又話唔可以買平嘅嘢，咁到底係要點樣？唔好急，聽我慢慢講。買平貨同慳錢係兩回事，慳錢係一種智慧，但係貪平係一種陷阱。慳錢嘅人係喺同樣品質嘅嘢裏面揀一個價錢最合理嘅貪平嘅人，係唔理品質，只睇價錢，邊個最平就買邊個。呢兩種睇起嚟好似差不多，但係結果就差天共地。舉一個最簡單嘅例子，你去深水埗10蚊店買一條充電線，10蚊雞平啦，但係你用咗3日，線頭就鬆咗，充唔到電啦。你再去買一條，又係10蚊，咁樣1個月買3條，3個月買10條，加埋就係100蚊啦。點啊？但係如果你一開始就去買一條原裝嘅或者質量好啲嘅充電線，60蚊可以用2-3年。你話到底邊個貴邊個平呢？再舉一個例子，我識一個朋友，佢成日去街市旁邊嗰啲平價鋪頭買羅比具，一個煎羅比幾十蚊，結果2-3個月拖層就甩咗粒底，仲生葱煮出嚟嘅嘢佢自己都唔放心食。佢2年之內換咗好幾個羅比。後嚟我同佢講，你不如一次過買個好嘅黃鐵羅比，雖然要幾百蚊，但係可以用10年8年。佢聽咗我話，去買咗一個，到而家都用咗6年啦，越用越好用。佢自己都話後悔冇早啲買經濟學。裏面有一個好有名嘅概念叫做窮人稅。咩意思呢？就係話因為你暫時攞唔出一筆大錢去買好嘅嘢啊，所以你被不斷重複買差嘅嘢，長期落嚟你使嘅總金額反而係好嘢嘅2倍甚至3倍。呢個就係因為窮，所以被罰咗一個額外嘅稅啊！呢個道理其實我哋老一輩嘅人都識。以前嘅人話買嘢買好嘢，食嘢食好嘢，講嘅就係呢個道理。易經坤卦裏面有一句好有名嘅說話，叫做厚德載物。呢個厚字我覺得特別有意思。咩叫厚呢？厚就係知實，厚重有底嚟。你睇自然界地基打得厚嘅樓可以起到幾十層樓咁高，地基打得薄嘅起2-3層就毀咗。你買嘢都係一樣嘅道理，根基好嘅嘢先經得起長時間嘅使用。你貪平去買嗰啲根基薄嘅嘢，用冇幾耐就壞。你唔係喺度慳錢，你係喺度浪費錢呀。所以真正識使錢嘅人係點樣嘅呢？佢會喺唔應該使嘅地方好慳利，但係喺值得投資嘅地方好大方。呢個唔係矛盾，呢個係智慧呀。你慳翻嗰啲唔必要嘅保健品嘅錢，攞嚟買一把好嘅菜刀，一個好嘅露比，一對好嘅鞋，呢啲日日都用緊嘅嘢，使多啲錢買品質好啲嘅，長遠嚟睇反而更加慳錢。好，接住落嚟我要講嘅第3個窿，呢個窿係最大嘅，亦都係最危險嘅，好多人跌咗入去，成世都爬唔翻出嚟。第3個窿我叫佢做貪婪心嘅窿，係告敗高息理財產品。呢幾年喺香港呢種事真係見得太多太多啦。我自己嘅親戚朋友裏面就有人中招，
佢哋平時都係好精明嘅人，買棵葱都要格價嘅嗰種但係喺投資呢件事上面，一聽到高回報三個字，理智就全部冇晒件事，通常係咁開始嘅。你可能喺街上面收到一張傳單，或者朋友拉你入咗個 WhatsApp 群組，又或者有人打電話俾你，話有個理財講座免費參加，仲送禮品。你去咗之後，對方西裝骨骨，場地好高級，PowerPoint 做得好靚。佢話你知，佢哋有一個理財產品，保本嘅年回報率8%到12%。你諗一諗，銀行定期存款先得2-3厘嘅利息，人哋俾到8到12厘，爭咗好幾倍。呢個時候你個心就開始喐啦。你心裏面會諗，如果我將嗰200萬退休金擺入去，一年就有10幾20萬嘅利息，唔使做任何嘢，每年20萬好過打工啊！你越諗越心動，然後你就簽咗合約，將錢轉咗入去，頭幾個月佢真係準時派息俾你，你更加放心啦，就覺得自己做咗一個英明嘅決定。你甚至開始叫身邊嘅朋友一齊投資。但係半年之後、1年之後，對方開始話資金暫時周轉困難，利息要遲啲先可以到仔啦。再過幾個月電話打唔通啦，辦公室人去樓空啦，你嘅200萬就咁冇咗。呢種故事我唔係老作出嚟嚇你，你去搜一搜新聞。呢啲年喺香港類似嘅案件每年都有，受害者大部分都係中老年人，因為佢哋手上面有一筆積蓄，又怕通脹錢蝕晒，又唔係好識新型嘅金融產品，騙子就係睇準咗呢啲心理。廣東人有句老話講得好好嘅，叫做世界上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如果真係有一個又保本又高回報嘅投資產品，銀行自己都會爭住去買啦。輪得到你咩？高回報嘅背後一定係高風險，冇例外。易經64卦裏面有2個卦，一個叫泰卦，一個叫否卦。泰就係太平順利，否就係阻塞。唔通呢2個卦係互相對應嘅？我哋成日話否極泰來，就係話壞到極點就會好轉。但係好多人唔記得前面嗰句說話，叫做泰極否來。咩意思呢？就係話當一切睇起嚟好得不得了嘅時候，往往就係危險要嚟嘅信號啦。一個理財產品保本高息穩賺冇風險，你聽一聽係咪好得太過分，好到唔似真嘅？易經話俾我哋知，當一樣嘢好到唔合乎常理嘅時候，你就要特別小心，因為太極否嚟，轉折可能已經喺路上啦。我同好多人講過一句說話咧，個人嘅財運好唔好，首先唔係睇佢揾咗幾多錢，而係睇佢守唔守得住10個人裏面9個唔係輸在唔識揾錢，而係輸在唔識守錢。咩係守錢呢？又係你將自己辛苦揾翻嚟嘅錢擺喺安全嘅地方，銀行存款、藍籌股、政府債券呢啲嘢回報係慢啲，但係佢唔會令你一夜之間傾家多產。你嘅退休金、你嘅養老錢，嗰係你成世積累落嚟嘅。呢啲錢嘅功能唔係攞嚟博取高回報嘅，而係攞嚟保障你晚年生活嘅。你用呢啲錢去追求高回報，萬一輸咗呢？後生仔蝕咗錢仲可以重新再揾過，但你退咗休冇收入來源啦，蝕咗就真係冇咗。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正喺度考慮呢種所謂保本高息嘅產品，請你一定要將呢一期內容分享俾佢睇下，或者就咁樣幫佢保住嗰筆養老錢。我講咗3個漏財嘅窿，host 嘅窿，慳論心嘅窿，氹男心嘅窿。有好多朋友聽完之後可能會覺得呢3個窿我好似都唔係好明顯喎，我冇亂買保健品，又冇去買嗰啲高息產品，我應該仲好啦。唔好急住下結論，接住落嚟我要講嘅呢3個窿比起前面3個更加隱蔽，更加難以察覺。因為當你將錢使喺呢啲地方嘅時候，你唔單止唔覺得自己喺度浪費，你甚至會覺得自己做咗一個正確嘅決定。呢個先係最得人驚嘅地方。一個你能夠睇見嘅窿，你可以去補，但係一個你根本唔知存在嘅窿，佢可以一直流落去，流到你見晒底，都唔知啲錢去咗邊。好，我哋講第4個窿。第4個窿我叫佢做焦慮心嘅窿，就係各種付費訂閱同知識焦慮課程。
你打開你部手機睇下你每個月有幾多個自動扣費嘅訂閱 ，Netflix 有冇 ，Disney Plus 有冇 ，Spotify 有冇，可能仲有啲新聞 App 嘅會員，一啲雲端儲存嘅會員，零零散散加埋，你可能自己都冇數過。我識一個朋友，有一次我叫佢去查下自己嘅信用卡月結單啊，將所有每個月自動扣款嘅項目全部列出嚟。佢列完之後，自己都嚇咗一跳，七七八八加埋，每個月竟然有接近500蚊係自動扣走咗嘅，一年就係6000蚊。但係佢仔細諗咗諗，呢啲訂閱裏面，佢每個月真正用到嘅可能就2、3個，其他嘅都係當初一時興起訂咗，之後就再冇打開過。但係錢每個月照樣扣，而家仲只係娛樂類嘅訂閱，更加犀利嘅係嗰啲知識類嘅消費。你有冇試過喺網上面見到一個課程廣告，標題寫得特別吸引人咩？30日學識理財令你資產翻倍，咁咩普通人都可以掌握嘅被動收入秘訣。你點入去一睇，原價2800，而家限時優惠只要980。你諗咗諗，學一門新技能嘛，投資自己嘛，呢個錢使得值嚇。於是你就俾咗錢下載咗課程，然後大部分人都係同一個故事。頭2日你可能好有熱情咁睇咗2堂，第3日有點忙就冇睇，第4日諗住聽日先睇嚇，然後就再冇打開過啦。嗰980蚊買嘅唔係知識，買嘅係你當時嗰一瞬間覺得自己喺度進步緊嘅感覺。呢種消費嘅本質係咩呢？係用付款呢個動作嚟分緩焦慮。你對自己嘅現狀唔滿意，你覺得自己應該更好，你焦慮。然後你見到一個課程，你覺得買咗佢，你就向更好嘅自己行近咗一步。俾完錢嗰一刻，你嘅焦慮確實減緩咗，但係嗰個課程你從來冇完成過，你嘅生活亦都冇因此發生任何改變。過咗一排，焦慮又嚟啦，你再買另一個課程，如此循環。健身室嘅會籍都係一樣嘅道理。每年1月份係健身室最賺錢嘅時候。因為大家喺新年嘅時候都下定決心要浪練身體啦，開咗年卡1、2千蚊嘅結果，1月份去咗5、6次，2月份去咗2、3次，3月份之後就再冇出現過。但係錢已經俾咗啦，健身室最中意嘅就係你呢種客人，俾咗錢又唔嚟佔地方。易經裏面有一個卦叫做蒙卦，係講求學之道嘅蒙卦，有一個好重要嘅精神叫做果行育德。你留意呢個果字，果斷嘅果，果行嘅意思係咩？係果斷咁去行動，去實踐學習。呢件事唔在於你買咗幾多課程，收藏咗幾多文章，訂閱咗幾多頻道。學習在於你真係花時間去讀咗，去練咗，去用咗，淨係俾錢，淨係收藏。嗰啲唔係學習，嗰啲係一種自我安慰。我嘅建議係咩呢？你今日翻去之後做一件好簡單嘅事。打開你嘅手機設定，揾到訂閱管理嗰一頁，將你所有嘅付費訂閱全部列出嚟，然後問自己一個問題：呢樣嘢我上個月用咗幾多次？如果答案係0次或者1次，果斷取消佢，唔好覺得可惜，唔好覺得萬一，以後用到點算？你已經好幾個月冇用過，以後用到嘅可能性亦都非常低。就算以後真係需要，到時再訂都嚟得切嚇。嗰啲買咗未睇完嘅課程都係一樣，你與其再去翻新嘅課程，不如先將手上面已經有過一個認真睇完，做完練習，真正掌握咗一門課學通透咗啊！比10門課都只係睇咗個開頭，要有用100倍。如果你而家手機裏面有超過5個訂閱嘅，喺留言區打個1。如果你有買咗從來未睇完嘅網課嘅，打個2嚇。我估計留言區會好熱鬧，好第5個窿。呢個窿喺我哋中國人嘅文化裏面特別普遍，亦都特別難避免第5個窿。我叫佢做面子心嘅窿，又係婚喪喜慶嘅過度使費。你聽我講一個真實嘅故事。我以前有一個客戶係一個做小生意嘅中年人，佢個女要出嫁啦，佢好高興。想俾個女搞一場風風光光嘅婚禮，佢自己嘅經濟條件其實擺10圍8圍已經好唔錯噶啦。喺普通嘅酒樓搞一場簡單溫馨嘅婚宴，差錢有餘。但係佢聽講
佢朋友個女舊年擺酒係喺半島酒店搞嘅30圍，非常之風光。佢就覺得我個女唔能夠輸俾人哋，我都要搞得體面啲啊！結果佢硬住頭皮去訂咗一個高級酒店嘅宴會廳25圍，每圍嘅價錢係普通酒樓嘅3倍，加埋佈置司儀、花車、攝影回禮，總開銷超過咗50萬。佢手上面嘅積蓄唔夠，點算呢碌信用卡？問親戚借，佢諗住冇關係，人情會收翻一啲，翻嚟到時慢慢還就好啦。婚宴嗰日確實好風光啊，大家都話好靚好架勢，但係宴席散咗之後呢，賓客走咗花，都謝咗酒店嘅服務員喺度清理緊場地。佢翻到屋企坐喺客廳裏面，對住個特製單啊，心裏面只有一個感覺就係沉重。人情收翻嚟嘅錢冚唔到總開銷嘅一半，剩低嘅欠款佢花咗2年幾先至還得清。嗰2年佢生意上面好多想做嘅嘢都做唔到，因為每個月嘅現金流都喺度還緊債。50萬使出去換到嘅係咩呢？係嗰一晚班賓客講嘅幾句好說話，但係嗰班賓客第2日就已經忘記咗你個婚宴係喺邊度搞嘅啊！佢哋只係記得自己除咗幾多人情，而你嘅財務係實實在，再跟住你2年嘅呢種事，喺我哋中國人嘅社會裏面太常見啦。結婚要大排筵席，生仔要搞滿月酒，老人家做壽要風風光光就連白事，有啲人都要做一場大排場。唔係話呢啲嘢唔應該做，呢啲都係我哋中國人嘅傳統，係人之常情。但係傳統講嘅係心意，唔係排場。易經64卦裏面有一個好特別嘅卦，叫做驚卦。驚卦特別喺邊呢？佢係64卦裏面唯一一個六爻皆吉嘅卦。咩意思呢？就係話唔理你處於咩位置，唔理你遇到咩情況，只要你保持身虛低調，結果都係吉利嘅。64卦裏面得生卦有呢個待遇，你諗下，古人對悶虛呢個品質有幾咁重視。悶卦嘅爻辭裏面有一句說話叫做悶悶君子，卑以自牧，意思係話真正有修養嘅人係用悶悶嚟約束自己嘅行為嘅啊。放喺今日呢個話題裏面，就係話真正有底氣嘅人唔需要靠排場嚟證明自己。你嘅生活過得好唔好，你嘅家庭幸唔幸福，唔係由嗰一場婚宴嘅檔次決定嘅。相反你為咗面子打出塊面充肥佬，硬撐一個超出自己能力嘅排場，之後嘅日子反而更加難過。我見過太多咁樣嘅情況，搞完一場風光嘅酒席，就翻到屋企對住一沓子單，唉聲得氣。呢種風光唔要好過要，你與其將50萬使喺一場人哋好快就會忘記嘅宴席上面，不如將呢筆錢攞嚟俾個女做嫁妝，或者幫佢俾新樓嘅首期，呢啲先係真正對佢好。呢度我都想問下大家，你哋有冇經歷過呢啲因為面子而硬撐排場嘅情況？唔一定係婚宴，可能係人情來往，可能係送禮應酬，可能係小朋友嘅教育使費。如果有嘅話，喺留言區同我講下你嘅故事。好，最後一個窿啦，第6個窿，我叫佢做虛榮心嘅窿，就係不斷升級電子產品。每年9月份，蘋果公司都會發佈新款嘅 iPhone。發佈會嗰晚，全世界嘅科技媒體都喺度報道。旺角先達廣場嘅南亞裔排隊黨已經開始排隊啦。然後接住落嚟幾個禮拜，你會喺社交媒體上面不斷見到人哋晒新手機嘅相。你低頭望下自己手上面嗰部用咗1-2年嘅舊手機，突然之間覺得佢好似變慢咗、變醜咗、變落伍咗。但係你仔細諗一諗，你嗰部舊手機真係唔用得咩？打電話打唔打到？ WhatsApp 發唔發到？上網上唔上到？影相影唔影到絕？大部分情況下答案都係得嘅。咁你點解想換呢？唔係因為舊手機唔得啦，係因為新手機出咗啦。呢兩件事係唔一樣嘅。呢個就係消費主義最厲害嘅地方。佢唔係喺度滿足緊你嘅需求，佢係喺度創造緊你嘅需求呀。你本嚟對自己部手機好滿意㗎，但係佢通過廣告、通過社交媒體、通過身邊人嘅討論，令你覺得你需要一個新嘅。你以為你係喺度做選擇，其實你係喺度被選擇。
以為你喺度追緊潮流，其實係潮流喺度追緊你，追住你打開你個荷包。我見過一啲情況更加離譜嘅，有啲人用信用卡分期付款去買一部萬幾蚊嘅新手機，每個月供幾百蚊，供足1年幾，一部手機之嘛，你要用1年幾嘅時間去孭債，而且等你終於供完嗰陣，新一代又出咗啦，你又想換啦，呢個係一個無底深潭。仲有一種情況我都成日見到，特別係喺中老年朋友當中，就係仔女嫌父母嘅手機太舊，話阿爸你嗰部手機太老土啦，人哋見到會笑你㗎。老人家本來用得好地地俾仔女咁樣一講，為咗唔好俾細路覺得丟架，就去換咗一部新嘅。其實老人家用手機來來去去都係打個電話，睇下新聞，同朋友發下微信，一部2、3千蚊嘅手機完全夠用㗎啦。但係最後要使成大幾千，甚至成萬蚊去買一部功能，佢根本用唔到1成都唔知有冇嘅旗艦機。易經裏面有一個卦叫做艮卦，艮就係山嘅意思，代表嘅係停止靜止。艮卦嘅核心精神就係2個字，之子卦辭裏面講，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咩意思呢？就係話應該停嘅時候要知道停落嚟，應該行嘅時候先嗰段咁去行，知道咩時候應該停。呢樣本身已經係一種好犀利嘅智慧，放喺買嘢呢件事上面，之子就係喺你想攞個荷包出嚟之前，先停落嚟問自己3個問題。第一，我而家用緊呢樣嘢係咪真係唔掂先？第二，新嗰樣嘢有咩功能係我真係需要嘅？第三，呢筆錢有冇更好嘅用途？你將呢3個問題認真回答完，我保證你10次裏面有8次都會將個荷包塞翻落褲袋。有錢人買嘢同窮人買嘢有一個好大嘅分別，有錢人買嘢係為咗創造價值，佢買一部電腦係因為佢要用嚟做嘢揾錢，佢買一部手機係因為佢要用嚟聯絡客戶。窮人買嘢係為咗身份認同，佢買一部貴手機係因為佢覺得拎住呢部手機人哋會高睇佢一眼。但係事實係冇人會因為你用咩手機就尊重你，人哋尊重你係因為你呢個人嘅品格同能力啦。6個窿我全部講完啦，我哋而家做一個總結。你翻轉頭睇下呢6個窿，保健品係恐換心嘅窿，平價貨係慳吝心嘅窿，高息理財係貪婪心嘅窿，付費訂閱係焦慮心嘅窿，分喪喜慶係面子心嘅窿，電子產品係虛榮心嘅窿。呢6個窿有一個共同嘅特點，就係佢哋都唔係錢嘅問題，而係心嘅問題。每一個窿嘅背後都係我哋人性裏面嘅一個弱點，恐懼、慳吝、貪婪、焦慮、面子、虛榮。商家利用你嘅恐懼賣保健品俾你，盤子利用你嘅貪婪賣高息產品俾你，消費主義利用你嘅虛榮賣新手機俾你，社會壓力利用你嘅面子令你硬撐排場。佢哋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嘅弱點，然後將手伸入你個荷包。所以我翻到一開始講嗰個比喻，你嘅荷包就係一個水缸，錢就係裏面嘅水。大部分人都唔係揾得唔夠多，唔係入水唔夠多，而係缸底有窿，水一直喺度流，你唔去補嗰啲窿，你揾再多嘅錢都取唔到。易經嘅選卦同益卦係一對，擺埋一齊睇先完整。選卦話俾你知，要減少嗰啲唔必要嘅支出，放低嗰啲唔必要嘅渴望。你覺得你喺度損失緊，其實你喺度積累緊。益卦話俾你知，將慳翻落嚟嘅錢同心力用喺真正有價值嘅地方，用喺你嘅健康度，用喺你嘅家人身上，用喺真正能夠提升自己嘅學習上，呢個先係真正嘅益。易經有一句說話講得特別好，叫做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意思就係話咩時候應該使，咩時候應該看，咩時候應該進，咩時候應該退，都要跟住時勢走，跟住你嘅實際情況走。呢個唔係小氣，亦都唔係孤寒，呢個係智慧。好多人嚟問我點樣改風水催財，我都會同佢講一句說話，我話最好嘅風水就係你自己個心。你個心如果係安定嘅、清醒嘅，唔會被恐懼同貪婪牽住鼻哥行嘅，你自然就會做出正確嘅消費決定。
你嘅財富自然就會慢慢積累起嚟。心冇漏洞就自然會聚，管好你個心就係最好嘅風水。好啦，今日呢一期內容就到呢度啦。6個漏財嘅窿，你中咗幾個呢？唔好覺得唔好意思，我自己都講咗我早年間都中過。人係唔怕犯錯嘅，怕嘅係犯咗錯都仲未知道。你今日知道咗呢6個窿嘅存在，你已經比大部分人行前咗一步。接住落嚟要做嘅事好簡單，就係由今日開始，每一次使錢之前問多自己一句：我呢筆錢使出嚟係喺度填補緊我個心裏面邊一個窿？如果答案係恐愛、係貪婪、係虛榮、係面子咁你就知道呢筆錢唔應該使啦。如果你覺得今日呢一期內容對你有幫助，我請你做一件事，將佢分享俾你嘅家人同朋友，特別係屋企裏面嘅長輩，特別係嗰啲正喺度被高息理財產品吸引嘅朋友，或者你嘅一次分享就幫佢保住咗一筆嘅養老錢。喺留言區話俾我知，你打算由今日開始首先補邊一個窿我會喺留言區睇大家嘅留言㗎。關注師傅，下一期我同你講點樣用易經嘅智慧幫自己建立一套真正漏唔到水嘅財富系統。我哋下期見。